是公视第一台，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新年恭喜！欢迎收看1月29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，我是陈雅纯。首先来关心今仔日有啥物新闻重点？这一组是一个到各地拢有真侪民众去庙里抢头香祈求新年好运势。今仔透早嘛真侪人去行村拜拜，伫庙里领钱宝招发财金。台南市中西区透早8点外就传出火灾，有4间店面火烧，不过在无人伤亡，那就是一条车去弄到变电箱引起火灾，目前搁咧调查。今仔日开始寒流减弱，各地拢有变较烧热，也毋过早暗油源较寒，温差真大。对初三暗时开始，中南部甲华东地区搁要变天落雨。今仔日初一，总统赖清德甲行政院长杜英泰透早就去行村拜年，佮发福袋啊，互民众。面对着国内调野对立，赖清德是祈求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。杜英泰也强调讲，政府拢有密切的关注国内外情势，会继续互台湾保持伫咧世界供应链的带头地位。祝大家新的一年新年快乐！甲国人同胞拜年，正月初一，总统赖清德一早起到艋舺龙山寺参香。面对国内调野对立，伊祈求台湾会当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。我甲观音菩萨祈求台湾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，所有的善男信女会当合家平安，大家大汉钱。院长怎么看川普喊话提高晶片关税？若是赖总统参香的行程百家满满，行政院长杜英泰一早起赶快也展开伊参香的行程。因为美国总统川普点名晶片制造业拢走来台湾，可能会对晶片起关系。对此，杜英泰强调，政府拢有密切注意经济发展。经济部及其相关的部会都已经在严密的这个注意当中。过1-2天，我们也会紧急的看看要不要对产业界做出更多的合作的计划。杜英泰强调，台湾去年的经济成长率有4.3%，是过去几年来第2高。也强调，政府自去年开始就一直拢有伫咧注意国内外的情势，将会密切保持台湾伫咧世界产业供应链的领先的地位，全力甲世界各国合作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昨暝主持一个到各地拢有真侪民众去庙里抢头香，祈求新的一年好运势。庙方毋有发这开运红包，伫咧大街顶南宫，也佫有送出一尊价值上万的妈祖金身，互抢到头香的信众。时间一到，庙门一开，大群人拿来高先生。以小可的茶几抢下今年赛例好运奖头香，伊的哥哥嘛是旧年头香得主，上大的愿望就是祈求新年带来好运势。就是希望台币可以保佑今年大家平安健康生意越来越好。拿来高先生顶年买那样今年可以还主出双状元、头奖状元，咱对感觉真欢喜。而大家顶南宫依传统，主持11点开庙门，后面将信众入去庙内抢头香。第一名但得到价值18000块的金神妈祖。2020有抢过一次了，对，这第2次了。许愿吗？就平安顺利，然后家人身体健康这样。来到嘉义新港奉天宫，主持也未到，就真侪信众在庙外等待抢头香。主要有连续3年拢参加杨先生，配合今年新港奉天宫的头香。希望娶老婆，大家身体健康，家人也可以平安。新的一年，全台庙宇香火鼎盛，庙宇会分送开运红包，民众期待第新年的庇佑下，迎到一年的好运势。公园新闻王伟雄综合报道。
来看台南市中西区透早8点外就传出火灾，总共有4间店面火烧，消防人员赶到现场来拍火，好佳在无人伤亡。有民众表示讲，这是有一台轿车去弄到变电箱了后，就发生火灾。不过到底敢是这个原因，也该等待警方进一步来调查。联动的几啊间店面传出大火，乌烟窜到天顶，消防队员赶紧游去水线抢救。台南市中西区找一透早就无冰清，29号透早8点半左右，府前路一段传出火警，消防队赶到的时阵，现场已经有几啊间店面陷入火海。虽然春节期间拢无营业，但是火势已经向2边的店家也有徛家燃烧。商户的那个铁皮店铺，它已经都是一片火海了。那因为它第2面跟第3面有紧邻民宅，所以我们到达现场就是先出水线去做第2面跟第3面的阻隔燃烧。为着让灾害降到上低，消防队全力灌救，火势伫咧透早9点半左右受到控制，加载无人员伤亡。但是火警到底安怎发生？现场有民众向消防队表示，敢若是因为有电箱去互车弄到，才引起火灾。有民众跟我们说明啊，就是说有一部自小客车哦，它去撞到路边的那个台电的变电箱之后，那个店铺的电线就着火，然后随即就发生火灾了。现场确实有一台白色轿车，车头弄开去停在路边，后壁一座中华电信电信箱已经被弄甲密密麻麻，内底电线设备散甲规涂骹。警方表示，驾驶敢若因为食感冒药啊头戆，才会开车弄路边的电信箱。但是是不是就是火警的原因，也搁要调查厘清。公司新闻台南报道。伫咧家己水上有一对翁仔某塞车载囡仔出门，落车买物件，煞互4岁囡仔家己留踮咧车顶，唔知啥物原因，熊来发生火烧车。好佳在即个囡仔是赶紧有互人救出来，目前是搁伫咧家护病房插管抢救。因为社会局表示讲，这爸母放也未6岁囡仔家己留踮咧车顶，是会依法来甲因裁罚。停伫卖场停车场的车是先请白烟，搁请乌烟，民众冲入去卖场摕消防罐。这对翁仔某嘛，较紧走过去车遐，因为因4岁的囝是一个人伫咧车内面，2个人找无囝，因为热心的民众发现查某囡仔对后车厢爬出来，紧甲抱离开。女性26岁及男童4岁，皆为身体部分受伤，意识清楚。民众讲，这台车是停无10分就开始请烟，拍火时阵才发现查某囡仔家己一个红豆伫咧车顶。伊转个囡仔摸，囡仔用背到后背啊，啊，摸哦，刚刚有一个妈妈在旁边，在那个这个很难过这边哭喊，那我才知道说啊，糟糕，怎么里面居然会有小朋友在车里面。查甫囡仔送病医了后，伊呼吸、心跳拢无问题，但是面头、皮手拢有2度的小烫伤，嘛互烟砸到，需要伫家护病房插管。如果说有确定是毒瘤的话，可能会涉及到裁处的问题。官府表示讲，囡仔含少年福利含权益保障法规定讲，6岁以下囡仔袂当家己一个人，违反规定会当罚3000到15000。爸母嘛要接受亲职教育的辅导。消防局表示讲，初步火调并无外力，确实导火原因都要搁厘清，嘛提醒民众要定期检修车，避免造成事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今仔日开始寒流减少，各地拢有变较烧热，也毋过早暗幽关是真寒，提醒观众朋友得要注意温差真大。对初三暗时开始，中南部甲华东地区特别变天落雨，所以要把握这2日的好天气。因为交通的部分，北部的国道车有较侪，高公桥是依个国道5号落南，南港到头城这段到下晡5点进前，这车拢会真侪。大量的空气和太平山已经停止落雪，大年初一搁开园，园区道路已经无结冰，前几天落的雪嘛开始扬，顶剩1点仔。寒流慢慢减弱，初一全台湾上寒出现伫南湖全谷，顶有零下7.4度；平地上寒伫苗栗大河，透早3点顶有2.3度。气象署表示，初一日时啊温度回升，但要注意温差真大。日夜温差大。所以要适时的增减衣物，尤其是夜间，还有在明天清晨的时候，还有一波低温。而且气象署针对新北市和苗栗县发布非常寒的感觉色灯号，有6度以下低温发生的几率，嘛表示稳定的天气会维持到初三的日时。
主要的天气变化会是在初3的晚上到初4，由于锋面要接近，到时候南边水汽也会逐渐增多。到时候初3晚上开始，在中南部地区、花东地区会开始有一些下雨的情况。初一国道路况，高公局表示，会再会当看到北部出现车潮，其他大道拢正顺。各个南向里会在9点已经开始车变多。今天是南向的尖峰日。西部国道用路人建议您在中午12点后再出发。国道5号用路人如果可以，建议您在下午5点后再上路。高公局预估，各个南港系统到头份下到5点进前车流量大，各日南向杨梅到头份，各3中和到关西，各一中华到埔盐系统下到4点进前车真多，提醒用路人时间闪开，或者是使用替代道路来避开塞车。公司新闻林俊梅配合做台北报道。初一行村拜拜，伫咧高雄的关帝庙人丁庙方是提供3万份5块的钱宝，要互遮的信众来领。因为伫咧南投的指南宫服务柜台就还未开，有一大群信众排队排到300公尺遮尔长，就是要来借发财金，希望新年大赚钱。为庙门大厅一路延伸，长长的排队人潮，拢是为着要来领钱母，希望蛇年财运会当更加旺。加上拜拜的人潮，现场有过超过1000人。心诚则灵啦，反正我们就放着看正财啊、照偏财啊，什么都有这样子啊。当然是有是最好。29号早是9点外，高雄虽然出大日头，不过体感温度无到15度，也是真侪民众早起来拜拜。庙方表示，今年准备钱母3万份，嘛因为钱变较薄，甲钱母的金额为1块变成5块。今年过去是拢1块的啦，啊，今年我知即马1块较薄，今人较无人要跳，所以改5块的啦，啊，这钱母改5块的啦。啊！这过平安桥，原来会会送。高雄有人排队领钱母，南投指南宫嘛伫服务柜台也未开门的时阵，就已经有长300公尺的排队人潮，大家拢想要来甲新民借金，保庇生意兴隆，也是事业会当顺利。有没有带给你好的运气呢？多少都会有一点啦。怎么说？运气上或者是生意上都会有。给2、3下午啦。现在我们早上就是还没有开门哈，借还金的地方没有开门，就排很多人。现在目前大概排了300公尺以上。指南宫表示，民众借现金的时间扣除2到暝，为每一天早时7点到暗时9点拢会当办理。2024年借出的发财金超过4亿，不过信徒还了超过7亿。今年大年初一嘛发现人潮甲去年同期比起来增加2成到3成。公司新闻王丽婷、林昭宽高雄南投报道。今年是蛇年，不过大部分的民众拢足惊蛇，甚至看到蛇就要甲拍死有误解。有退休的教授就专门来开课，要带大家做伙来了解蛇的特性，知影要安怎去分辨毒蛇，拄到蛇可要安怎处理，希望会当建立人甲蛇之间友善斗阵的环境。伫徛街附近看到蛇会互人惊，想要拍死，也是家赶走。台东县去年都800多件蛇走入民家厝，民众通报，请掠蛇大队处理案件。大部分都是在民宅，然后我们去年统计过，捕捉到比较多的蛇是那个眼镜蛇跟蓝蛇。蛇真正遐尔可怕，爱所在退休教授杜明忠，伊是国内有名的蛇类专家。伊讲，其实蛇更较惊人，袂主动攻击人，防拍着惊才会咬人。好像随时要咬人，然后看到它甚至好像要过来追人。对，那个完全都是错的，那就是我们很多自己想啊。所以当你真正接触，你实际去了解以后，你说啊，其实没有那么可怕。杜明忠为着互民众唔通误解蛇，伊伫台东市高开蛇教室，用科普的方式，互中小学的学童甲一般民众来遮听伊讲蛇的故事。伊用收容900只无毒的蛇，甲学童甲蛇相处的技巧，希望自细汉开始，甲学童正确的蛇知识，唔通过度惊蛇，建立人蛇友善相处的环境。台湾还是有6大毒蛇啊，那个就千万都不能碰啊！你看它现在比较活泼，有没有？它就会一直动，然后一直流血，不敢怎么样？不敢挂在门口。现在敢挂了。我上次来就不敢试了，这次还是不敢。这很正常，因为小孩子如果他没有被吓，他其实是不会怕的。好，那我们大人通常从小就被吓大的，所以怕蛇的比例就非常高。杜明忠的蛇教室已经办过900场的环境教育，透过课程解说。
民众会当分辨有毒甲无毒的蛇，搁较互民众摸蛇。认识大部分的蛇其实无遐尔可怕。伊讲，其实多数的蛇是鸟鼠天敌，鸟鼠身上有汉他病毒，人类防感染若严重会无命。蛇食鸟鼠，颠倒是替人类斗相共。老鼠药是用不完，而且要花很多钱，结果是一个没有效的方法。那最有效、最长远的就是我就接受蛇。尤其是没有毒的蛇，比如说蓝蛇啊这些，它或者这个臭青公啊，这些它都会吃老鼠。多民众强调，看到蛇唔免上紧张，佮较唔免着急要将伊拍死。因伫徛街附近其实有守护环境的作用，毋过伫徛街，尤其是房间内，只要就门窗关好势，都会当避免因走入来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过年家家户户拢会搭春仔，伫咧中华就有剪纸的老师开课，甲民众会当动手做家己加出吉祥的春仔。另外，嘛有少年辈剪纸艺术家设计出充满台湾文化的元素，代表吉祥圆满的圆形蛇年春仔。希望伫咧新的一年，大家拢会当平安如意。一张纸无2、3个功夫，就加出一个水阁实用的虫仔花。新正年头，家家户户拢会搭春仔，讨一个好吉兆。剪纸老师王正文，逐年拢会设计过年的剪纸春仔，嘛开课教民众家己动手做，加出代表新年好彩头的春仔。这个时代，大家较无都接受到这个虫仔花吼，互囡仔来体验看卖这个加的这个咩加，去了解这个物件安尼。即摆印刷吼，你要什么题材伊嘛有法度，加出家己家的平安，家己家的春钱，食爱呢欢喜，有温度，有成就感。亲像这张春仔内底有“春”这个字，加上铜钱的图样，斗做伙就是有春钱的意思。除了传统年节时代表吉祥的春仔，也有少年辈的剪纸艺术家，逐年设计无共新秀的剪纸春仔，有工做圆形的蛇，代表一切圆满，嘛有加入台湾原住民的元素。伊有迄阿美族迄八角形，代表一个足好的力量，甲自己守护。阁有这也是原住民台湾族的百步蛇，因祖先的代表大概是3种啊，就是有例如较古锥的啦，原住民的文化会使放伫内底啊，就是要甲大家介绍台湾的这种传统的文化，阁有家纸内底有足侪祝福的意义伫内底，陪大家过新年。春仔代表大家人对新年的祝福甲期待，艺术家透过剪纸的设计，甲传统的春仔加入新出头，用创意加出喜气阁吉祥的春仔，加添过年过节的气氛。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。有一项正刺激的运动，叫做定向越野。选手干那爱靠这地图甲主五点，都爱伫咧青云的所在，用上紧的路线、上紧的速度去找到指定的地点。去年年底，伫咧泰国就有举办定向越野的亚青赛，咱的选手做一个摕到2块铜牌，咱做回来看卖。路腿正行，不过也是走正紧，就算是拄到上斜路，回头小确定方向了，就继续向前走。进化栏杆过关速度无变慢，头前若是有物件动掉的，就直接跳过去。看起来敢若是跑酷，不过这项运动是定向越野。选手个人手内一张地图加700针，伫青云的所在找宝，爱找到每一个检查点，看谁人的速度上紧。我原料结果是走外面这边。地图顶头有定高线，每一个检查点伫咧倒位会标示，选手就会发挥路径融合的能力，甲看到的景色甲地图贴做伙，找出上好的路线。伫去年底泰国定向越野亚青赛，咱代表队摕到2块铜牌。前一天在休息日的时候，我是发高烧，然后全身就是四肢无力，支撑我跑起来的动力就是2个队友，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代表国家去。平安的大兄平新伫去年全民运动会个人项目摕到双冠军，不过伊认为体能不是伊的强项，所以专注伫咧看图的能力，也有伊的撇步。自己画了一些模拟赛图，透过卫星地图，把能看到的赛区的环境都看过了。所以等于说，我跑到赛区里面之后，可能有2/3的画面是我清楚的。我们这里先冲，我们冲到3圣宫那边，然后往上。
在出发进前先讨论，囡仔之间竞争变少，除了合作甲分享的快乐。丁香花野这几年经过推销了，真侪囡仔也愿意把手机放来，行出错外，体验在真实的世界掠宝。这件事情就很像是定向越在看读图的时候，他往那个方向是没有怪物的，可是他就没有做到地图政治这件事情。当迷航的时候，可以快速找到自己新的方向，然后走出来。我觉得这能力其实是非常重要。这卖世代大家拢是靠 GPS 定位，不过定向花野是返璞归真，靠手内地图，佮搭配几百针，无靠电子设备帮助，就会当完成定位，会当强化家己独立思考、家己解决问题的生存能力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去年，咱台湾的 Nifia 摕到美国变装风球节目的总冠军，让世界看到台湾，也让台湾愈了解变装风球。今嘛透过这变装风球，也有本土品牌拍拼，融合到咱台湾的文化，带动变装风球产业。在舞台上展现上水家己变装风球这个名词，在台湾渐渐让人知影。不过，安怎才能算是一位变装风球？第一个一定是妆容，第二个是假发，第三个就是要有漂亮的服装，必须要有明星光环，然后还要觉得自己永远都是最漂亮的。这个来自不同所在风球，难得大家斗阵彩排文总的纪念节目，当表演不过再是局限伫酒吧、夜店，而是来到不同领域。后壁其实有一寡点点伫替台湾变装风球努力的人。对于变装文化，的接受度，我觉得我都还需要我们再一直去推广，然后大家知道哦，原来变装是一个文化的时候，我们才可以拓展出去。像现在美国的这一些变装皇后，他们其实都是用明星的方式在经营，甚至跟很多不同的领域的人去做合作，其实都可以看到他们不会只是单纯的大家想象中在夜店的角色而已。土比甲配贴成立弯刀风球，和风球因接触亲属族群行李冠孙，因想要和大家看一下台湾的变装风球。虽然起步比欧美国家较慢，不过实力也是不能忽视。我们通常可以用最小的资源做到最大化的极限。那我自己个人的表演风格会比较接近于，就是高雄可能比较接地气的那种台妹的感觉，台湾文化美眉。台湾的变装皇后有很多来自于不同文化的交融，我们有 K-pop 文化，我们有 J-pop 文化，然后还有很多的皇后是从 cosplay， 而我自己比较不一样的是，我就是有一个漂亮的皮囊跟很会说话的嘴巴。台湾本来就是很包容各式各样的族群跟各式各样的文化，像我就是我比较偏跨性别嘛。变装风球内底有一句俗话讲，头毛目正毛应是假，不过流汗甲目屎却是真的。虽台湾要成为亚洲性别平等表现第一的国家，过去对因个因为看法也慢慢变衰恶劣的眼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伫咧宜兰长期咧关心52家南马地环境议题，王俊民有推动生态甲人文的旅游，免费开放予民众来参加，透过实地导览、检验水质，也有观察水饺等等，希望予大家当作了解南马地，促进环境的保育。民众用望远镜来看水饺，了解湿地生物甲生态。所来是52家湿地一人。这什么鱼啊？乌鱼啊！渔民伫湿地内底钓到乌鱼甲其他鱼啊，互民众看到52家湿地丰富的生态。介绍者王俊明长期关心当地环境议题，伊今年成立基立粉品牌，推出生态甲人文的优点，开放民众免费参加，要互更加多人熟悉52家湿地。我们想，成立立泽地区当地一个品牌，然后永续的经营在地的一些东西，包括鸭母船啊，包括湿地导览，包括很多环境上的议题跟周边的连结这样子。优点也传了民众世界上坐这个传统的阿母船，学老大人安怎提高的技术。有52家湿地有91%的私有地，公部门无在调征收，造成保育利用计划到即阵也未成型通过。摩多贯彻湿地保育法立法的精神，让湿地继续面临农舍开发压力。安怎让更加多人了解湿地环境的价值，也正做上界重要一部分。想了解，更了解自己生活的环境，那刚好就看到这个团体又办了活动，我就赶快报名这样子。我本来就知道鸭母船啊，对，这是
以前小时候的记忆，儿时回忆，对，所以想要找回以前的过去的记忆，这样。对，是。王俊明也伫湿地成熟土地进行友善的工作，希望降低开发行为对土地伤害，希望经由生态导览甲保育理念的推广，让52甲湿地内底人、环境甲生物会永续保存落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天气报道在，咱做伙来关心各地头的气象。北部地区14度至19度，中部地区13度至21度，南部地区16度至22度，东部地区13度至19度。还有外岛地区11度至17度。感谢您收看《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》，我是陈雅纯，祝您平安顺心、健康快乐。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。公视台记台有影好过年，正月初三暗时10点上。